嚟到第七集嘅創意私生活，今集講創意嘅天敵同執行創意。首先，從事創意工作咧係絕對需要有天分，正如煮餸都要有天分啦。開始嘅時候，基本係你要對創意思維有興趣。不過縱使唔係從事創意工作，培養自己有靈活嘅思考模式，對生活上面各方面都有莫大嘅益處。我哋可以睇創意工作分成兩個部分，第一係意念，第二係執行。上一集已經講過點樣培養創意，咁創意嘅大敵又係啲咩呢？最簡單嘅想法就係將之前所講嘅要求相反嚟睇。第一，願意改變生活習慣嘅相反就係唔願意改變習慣，因為唔願意去改變就唔會有新嘅可能性。第二係唔願意去了解自己嘅個性同本質，唔理解自己嘅個性就會唔知道需要突破嘅框架喺邊度。第三，對事物冇好奇心，冇好奇心係會停止吸收新知識，唔會想到有新嘅可能性。第四，中意跟隨群眾，冇自己嘅獨立思考能力，跟大隊會成為一個徹底消費者，只能夠為其他人提供價值。第五，為求速成，唔願意深度思考問題。深度思考係令到我哋有能力貫徹去睇到問題嘅本質。喺生活上面唔容易俾外界嘅噪音同群眾嘅壓力主導你嘅方向。第六，只係用直線單向嘅方式去思考意念，冇諗到多元嘅可能性。多元思考係要提供不同嘅可能性，從中能夠比較而揾到最佳嘅方案。第七，置身自己喺一個唔能夠提供靈感同刺激嘅環境裏面，消滅咗自己嘅思考能力。人嘅大腦係有特定嘅節奏同運作時間，喺唔同環境如果有適當嘅刺激，創意思維係會執行得更加有效。所以你會見到做創作嘅公司，從業員都有比較自由嘅工作時間，因為規律嘅工作時間未必最適合大腦嘅創意思維運作。呢個其實係為咗效率而選擇嘅模式。好嘅意念就好比有一個好嘅劇本，點樣盡善盡美去執行呈現出嚟，就係創意工作嘅第二部分，執行。你諗下，就算你有《阿凡達》呢個劇本，點樣將呢個故事揮灑咁呈現喺銀幕上面，就係另一個巨大嘅工作。喺我做商業應用設計嘅經驗裏面，我當然明白自己有個人喜好，但係我會將個人喜好同客觀分析能力分開。檢視意念嘅時候，會盡量唔用喜好去做評估，我稱之為評估現象。唔同嘅意念會產生唔同嘅功能效果，暫且唔去區分個人喜好，而係客觀去比較唔同嘅效果之間嘅價值同功能。因為根據大自然法則，最好嘅意念就係用一個精準嘅方法去解決問題。最能夠解決問題嘅意念就係最有潛質嘅。回想30幾年來，我從事過大大小小嘅品牌形象設計。當我畫一個標誌嘅意念草圖嘅時候，其實畫工係好粗糙、好簡單。我唔在乎將草稿畫得靚唔靚，最好嘅意念往往就係喺一個好粗糙嘅草稿上面，就已經能夠充分呈現標誌設計嘅功能，表達獨特而重要嘅意思。呢個信息係能夠即時被觀眾感受到。記唔記得喺電影《回到未來》裏面，博士最初就係有一個好簡陋嘅引擎草圖，預想到可以製造一架穿越時空嘅交通工具。只要意念係正確而可取嘅話，第二階段嘅執行就係用美學功能將呢個草稿繪畫成無懈可擊嘅作品。所以意念同執行係兩者缺一不可。現今好多個體戶自己落手做設計，效果強差人意，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佢哋缺乏咗專業嘅執行能力。從事創意工作需要去訓練點樣思考，
同時學習點樣純熟咁運用適當嘅工具同程序將意念完成。呢個流程放喺任何嘅應用上面都係一樣。我認為背後嘅法則同應用有好大嘅共通性。明白咗呢啲法則同相關嘅執行訓練之後，我識得畫畫、攝影、設計書籍、字體設計、平面設計、製作 video、作曲、填詞、編曲、彈吉他、唱歌、混音、烹飪，為生活大小嘅難題諗一啲獨特嘅解決方法。因為我已經明白到創意思維嘅重心同執行上面嘅要點，我可以自如應用喺生活各式各樣嘅範疇上面。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歡迎大家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。你有乜嘢諗法同回應，歡迎你喺度留言。我哋下次再傾。